把味熬炸，把味熬炸，药粉熬炸哈。热，真正是热。对啊。上款热哈，台湾嘛就热。好，咱等下，我甲这设定一下个笔记。最近咧，大家叫咩过年？阮遮拢是90，就是要到36、7度。都袂到。安尼就无法度去外口，你讲迄讲运动啊？哦，我真正毋敢出去外口运动，足热的，冻袂了。所以我永远到尾就伫厝里做yoga。足厉害的。是yoga足好呢，我若头壳疼的时阵，我就拢做yoga，就做了，我拢做超1点钟，1点钟做煞都袂疼。我袂记啥。你昨嘛有甲我建议。检查起来。袂记哩好。来今仔日对1651年9月初2开始读起。9月初2拜六拜六要搁开始烧过今仔日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开会，首先中尉 Richard Wells 入来申请讲，讲啥等下再讲，咱来看这个人一对字卡。讲这个 Richard Wells 是可能是9月的人。1640年8月17号以上司坐快艇 Lift 号来台湾。1644年升为将旗官，1648年升到中尉。1651年9月去南区村社担任政务员，无偌久就伫遐过身咯。好啦，咱来看伊即条的申请啥吼。因为团岛兼南区政务员 Hans Ohoff 伫麻里麻润过身咯，伊愿意伫提高薪水的条件之下，接任该政务员的职位所以就是伫遮开始，伊就即个死亡的骹步就踏出第一步啊咱人永远都毋知当时咱踏出即个步。虽然该职位已经欠课。就是欠课伫遐，我讲欠课无解对，即位就是伫遐就是一个课伫遐啦到今也无人敢来申请即个职位，为虾米呢？后壁写显然是因为惊讲迄位就是遐无健康的气候啦，就是气候无好啦大家讲气候感觉怪怪迄种气候每一年造成严重的疾病甲死亡哇！你看即只，若是伊踏出第一步，连即个写日一个人就甲伊的死因拢写出来，应该是伊嘛是去遐破病死的这莫讲是400年啦伫个100多年前，无，195年195年，嘛是差不多100多年前100多年前，日本人来接收台湾的时阵，就是因为即个啥物传染病死一堆人来接收的兵见死的无几个，破病死的一堆伊就知影400年前
那当然是绝对是无可能搁较讲较轻啊啦吼。因此呢，好，咱继续读日志吼，讲因此，就允准即个人会申请吼，订契约去担任该职位3年，月薪是75毫吨吼。伫咧该职务任期届满以后吼，伊若是无想要继续留任，就会当自由转来，以伊原本有诶即个薪水来恢复伊中位诶职位。咱伫遮看到一个人吼，伫咧死亡即个笔记本写家己诶名写起吼。煞接落来是牧师哈伯入来内面交来一张纸条，纸条顶头写关系着2-3个尖酸刻薄诶字句诶规则。即寡字句是伫伊写互长官阁下诶书信内底，就已经被指人都甲指出来，讲你写这伤过分吼。并且伫咧最近的开会中，因为长官阁下要求，伊答应要提出伊的规则，但是因为上述即个侮辱甲提笑的即个机器的即个理由啦吼，长官阁下看起来并无满意即种规则，因此就请伊阁下暂时去外面，伊就去外面吼，伊就出去啊。又搁因为考虑一寡理由，也请即个考业阁下吼。含伊出去，伫咧即段时间，就质问迄个被指控的牧师哈伯，伊到底是要对伊讲的是啥物，或者是伊到底对即个代志期待是啥物？对此，伊回答讲，伊合情合理的不满怨怼，即个怨怼，即应该读对吧？我查一下，怨怼吼。好，怨队吼，歹势队吼，队伍迄个队就是怨恨吼。伊合情合理的不满怨队吼，议员拢知影清清楚楚，因此互因来讲嘛，吼，就是伊免讲，互即个议员来讲。不过，若是长官阁下同意吼。伊希望因的代志毋通莫去列入去即个诉讼的即个案件内底，都由议会来处理就好吼。长官阁下含顾业阁下又搁入来，知影讲牧师哈伯的答复了后，长官阁下无同意，要求交互稽查官依法办理。所以因为诉状的原因，就一直决定即个案件要搁甲藏一段时间。此后无偌久，牧师 Glavius 也入来，拄则迄个是牧师 Harper 吼，写2-3个即个算用写字共嘛啦吼，迄是 Harper。即嘛即个牧师 Glavius， 咱知影讲伊代志足大条吼，伊也交来一张纸条，顶头写着伊长久以来被长官 Verberge 阁下伤害、侮辱、机器的诉状的指控，真正是过袂了吼，并且附有即寡指控的证据物件。最后呢，要求要对伊所遭受的即个机器甲损害来加以赔偿，或者是至少长官阁下必须要对此提出的规则。到遮吼，过来，又搁新仔人三官吼，毋是一官三官，因为得小吼，算破产得小了吼，欠小3000里尔。法庭原本已经判决伊必须要行即寡债务，但是后来长官阁下又搁允准伊吼，会当小较看吼，小延前一寡时间，吼。即嘛又搁来吼，又搁写讲，欠小3000里尔，应该爱甲追讨。
又搁因为上述各位先生即时拢有真侪代志无用，因此牧师 Gravius 提出的案件，将会延到后一回办案日再过来处理吼，就后一个礼拜2月份吼。伫咧即个当中，长官阁下要求互伊一份即寡控诉的抄本，所以就互伊抄写即寡指控。今仔日有真侪人，大部分是军人，又搁来表示愿意伫咧合理的提高薪水的条件之下，继续来为公司来效劳，就像伫咧决议录后面迄寡物件所会当看到的安尼。好，结束。过来是礼拜日吼，9月初3，星期日，今仔日按照基督教的习惯。敬虔礼拜暗时暗倒了后，长官阁下以及其他议员解动因的某囝，毋是解动因的某啦吼，可能无囝，写妻子嘛吼，拢应邀来应着邀请啦吼，来即个顶头德赛阁下的即个顶头就是城堡顶头即只吼，德赛阁下所伫大的所在遮。参加通常的暗会，此外无值得记载的代志。9月初4，拜一下晡，船长 Hark Pulus 带迄只大的巴克船叫做阿姆斯特丹号对偏湖来遮入港。停伫咧即个城堡的头前，只敢若载来封好势的公司的书信甲物件，以及最近变底船 Conic David 号对巴达维亚再到偏湖的各种的私用品。即只 Bark 船就是快艇啦吼，Bark 就是快艇，也载来身体相当臃肿的牧师 Taskmaker 吼，含伊的某。因某无偌久以前才生一个查某囡仔，因是坐变底船错号对巴达维亚出航，经由暹罗来，一路经过4个月的航程，再来到偏湖。巴达维亚出航先去暹罗，再过来偏湖啦，所以才拖遐久。途中经历真侪强要沉船的即种痛苦甲危险。即暗就是阴暗吼。暗倒了后，伫咧会议中拍开并且宣读上述比对船所载来巴达维亚送来的批信。对有注脚有即个牧师 Roger Taskmaker 吼，伊的注脚有介绍讲伊是 Jenny 人1650年吼6月20号以牧师吼。就是牧师的身份，坐马拉加号到巴达维亚。1651年4月17号被派往台湾。伫1651年9月初3，含伊的某甲伊的即个小女，就是伊的查某囝啦吼。查某囝应该是拄则出世尔吼，到台湾，哇，可怜啊！伊被派去烧人，2年后，就是1653年5月，伫遐过身。哇！唉，这消息看起来真悲伤吼。查某囝阁遮细汉啊，应该还袂大做啊。唉，好，2年后就安尼过身去啊吼。9月初5，拜二通常的办案日吼，为着400年前的一个人的过身，心内还阁是会感觉艰苦。好，9月初5拜二通常的办案日，有真侪即个口头啦吼，含书面的陈情吼，拜二吼，小告你过来啊。送到议长甲议员头前来，其中大部分是新仔生理人、白商甲农民吼，因所有的陈情全部拢听煞，
也拢一一甲因答复。到要暗啊，因就拢离开咯。因此，今仔日会议中就无时间通讨论迄寡私人问题。到遮，今仔日敢若记安尼。9月初6拜三下晡，伫良好的微风之下，边推船斯米恩号由领港员带领，经过2-3摆强烈的2-3摆的浪吼，冲浪了后，进入即个港内所以要入来即港内才辛苦，就要用冲浪吼。来到即个城堡的头前来停船。下晡，迄只大的边队船 Cornick David 号也对平安来到遮停船。即只边队船因为真重，食水伤深，必须要伫现在停船的所在完全落好。这是一件真困难又阁互人烦恼的代志。除了上述迄2只边队船以外，要暗啊，迄只已经来即个停船的所在，已经几两工的即个相当大的港南的篷船吼，也入港咯。坐66个人，载来500担的胡椒，一寡沉香、麝、米，甲其他各种私用品。特使阁下命令该船的主管随来伊遐，问伊港南王国现在的情况如何？也问伊讲，伫因出发以前，敢有篷船对巴达维亚去到港南？对此，伊回答特使阁下讲，迄边的情况一切拢算好。伫因对港南出发以前无偌久，有一只属伫新仔人的卡比蛋叫做宾岸的篷船，对巴达维亚平安到遐，也炸着一张总督阁下的批要来交互国王，但是因为该批无附大礼物。所以翻译员毋敢摕去转交互国王。迄时，另外有一只新仔人的篷船，是伫巴达维亚装船，并且配搭有一个荷兰人的代工。即只篷船呢被派要航来此地，派来要航来台湾啊。但是途中伫咧港南沿海遭遇了强烈的暴风，造成严重的漏水，看到讲无法度抢救，只好就航往港南沿岸，想要去遐找看有人通斗相共。伫遐的居民看到即只破漏的篷船，又搁看到船顶有荷兰人代工，所以就随去传报翻译员。翻译员就去禀告国王，并且趁即个机会随呈交上述迄张巴达维亚的来批。迄张批一直到迄当阵，如上述的理由，拢保存伫因遐，无交去哩。国王看到迄张批，非常的欢喜，并且下令伊的人民不得为难上述迄寡新仔人，更加不得为难迄个荷兰人代工。三队呢必须爱互因各种的协助，因为伊殿下计划要甲该荷兰人代工留落来，直到有机会的时阵，要派伊去巴达维亚，甲总督阁下讲，会当自由每一年派1-2只大船去江南交易，就像以前安尼，这真正是好消息特使阁下要去该国的出使的任务，将大有成功的希望咯因为咱知影即个特使阁下是派出来巡山的所在就是东京、越南啦东京、台湾甲江南安尼看来，伊是也未去得江南11个月去9月初7拜四，小过你过来等下，我看一下，会对一个注卡写啥？讲自从国王即个注卡是头前啥物物件注卡呢？讲讲会当自由派一年派一两只大船去江南交易，像伊莎安尼结果注卡写讲，
自从国王眼普丹，吼，伊姓眼吼，眼普丹登基了后，江南甲公司的关系就改善咯。这应该是讲以早啦吼，因为以早会当去交易吼。9月初7拜四，今仔日德赛阁下兼即个议会议长伫会议中提议，为着要加强即个城堡的安全，应该尽量较紧来修复几位需要修复的所在，并且建造一寡必须要建造的建筑物。首先，爱踮咧即个城堡的大门头前做一个水啊，而且有防卫性的即个角城或者是城堡。OK， 其次，过来第2项，伫咧 Gelderland 城堡边仔的下面爱起一个固定的即个墙伊写挡墙是用来阻挡遐的沙土，以防继续来流入即个港道内吼。第三，所有的砖造就是砖仔起的即个码头，最近已经真明显来陷落去，必须要甲伊修复、甲伊踢悬贴悬啦，应该是贴悬。第四，迄个木墙的房，现在起伫咧即个四角城堡后面城墙的边仔吼。若是有机会，就应该爱甲伊迁徙去别位，因为阮认为讲，万一有代志，安尼会对城堡不利吼。所以，着决议上述着顶头讲的这4项吼，需要修复、需要建造的工程，特别是甲迄个码头贴悬的即个工程，将会尽量较紧来办啦吼，然后。依次及时来完成其他的工程。今仔日也遵照最近8月29号的决议，按照书面的申请，选定下列即寡人做管理下列地区的政务员，就是肖朗甲其他地区是常设商务员 Johannes Dankers， 摩豆甲其他地区是商务员Thomas van Nieuwland， 荷兰甲所附属的村社是商务员 David Hartwell， 还佫剩一个要管理离任地区的政务员，将会伫咧后一次会议中对2-3个申请者当中选出上适当的人选。又佫因为目前迄个小人社因为牧师 Glavius 即将要离开，来欠一个适当的老师，因此呢，即个会议认为讲需要尽量较紧来安排一个较骨力的人去担任即个职位，为此来提名数日前坐比对船绰号对巴达维亚来到遮的即个牧师即个是牧师 Rogers Teskemaker。去担任即个小人社即个拄则讲迄个老师嘛不过此事爱先由古业阁下以政务代表的身份，先去甲教会议会商议，然后再来做最后的决定。此外，即个佛罗摩萨议会也决议明仔载早起明仔载上午将会举行法务会议，来处理一寡需要的事务。该会议的成员将会包括现在开会的议员，和顶个月23号发布的人除了检察官 Thomas Bruegel 以外就是讲该会议除了现在有的议会议员以外，将会增加迄寡以前的议员就是队长 Thomas Pedo 以及商务员Vigilant Rogers，
和 Peter Van Alphen。其他伫即个会议中所处理的代志，以及有虾米人伫提高薪水的条件之下，又搁继续来签约为公司工作的，拢会当对今仔日的决议录呢详细来查知。下对注卡第二个是 Thomas Van Neulen。Thomas Van Neulen 拄则讲的即个人是管理麻豆地区的啦，吼，政务员吼。Thomas Van Neulen 呢是1651年9月初7被派做麻豆、迪罗山、多罗国、甲大武人支社以及附属地区的政务员。1656年离开台湾，前往巴达比亚。再来是 Peter Van Alphen， 这是讲迄个开会迄个法务会议的参加的人，其中一个叫做 Peter Van Alphen 呢，是莱登的人。伊做奥利芬河前往亚洲。1643年伫台湾被任命做助理。1649年升任商务员。1651年起担任过界的 accounting 吼，管理日兰野城堡的贸易铺。1654年担任议员，并且被选做长老。一年后晋升为上级商务员，并且正做第2位高官。1656年10月过身。我来摕遮水来啉吼。9月初8拜五，即马即个特赛伫遮吼，逐工拢有日期吼，逐工拢记袂少吼，所以即马咱读的进度是较慢吼，但是故事诚侪啦吼。9月初8拜五早起，伫即个城堡的顶面的旧的高利事务所呢，根据昨昏的决议，召开扩大的法务会议吼，即个扩字吼，之前咱早课我已经记起来吼，扩头的扩吼，扩大吼，扩头的扩。召开扩大的法务会议，并且听审，并且判决规个罪犯。煞接是审判被指控的上级商务员前任稽查官Dirk E. Snook。关系到伊发言严重侮辱 Carol Raniers 总督阁下，以及伊的一个丈人爸叫做 Jacob David 阁下，就是伊算出嘴侮辱这两个人啦吼。伊的台湾总督阁下甲伊的丈人爸，伫咧稽查官兼主控者 Thomas Brugger 的提请之下。根据传票传唤伊入来，也指定了审判伊的法官。但是伫咧伊来受审以前，即个法官是复数吼，毋是一个尔吼，法官们吼。但是伫伊来受审以前，议长 Verstegen 阁下请长官 Verberg 阁下对现在开始以及伫咧审判过程中。来离开会议吼，就是当事人叫伊离开啦吼。长官阁下看起来有一点生气，伊讲安尼做，伊个人吼，会去会被藐视甲无尊敬，也请说明讲为何就是要求要说明讲为虾米爱伊离开啦吼。特赛阁下就答复讲，互伊吼，互即个死对头叫史努克的死对头，互史努克是
客家官吼，就是去用告的迄个客家官啦吼，前任客家官吼，史努克吼，讲，互即个史努克的死对头参加会议吼，无适当吼。死对头有挂号写讲是队长 Thomas Peddle 甲常务员 Peter Van Alphen 寄出来，即安尼写了看无吼，是伊的死对头毋是即个 Verstegen， Verberg 阁下嘛，就是咧台湾国长官。好，即只佫提起即队长甲即个常务员是啥物意思？好啦，咱继续看咧。长官阁下听了，就徛起来，并且到下面去咯。下面应该是讲城堡下面啦，吼，下面的城堡应该来讲下面城堡。所以呢，即个古叶阁下呢，也随着军队出去，因为伊如此被讲是上属迄阵人，就是古叶阁下嘛，军队出去应该是讲伊是迄个长官阁下的人嘛，吼。上述迄个史诺克呢，就被团翻入内底哈。伊来到议员的头前，毋若随控诉顶上述迄两个人哈，就是队长佩杜甲常务员 Van Alphen， 也控诉上述常务员 Vigilant Rogers 先生，讲头前迄两个身为此地教会长老，却伫最近顺利所举行的圣餐的时阵，无来参加吼，无来参加基督教的圣餐礼吼。而且伫其他的行动之上，显示伊一世过拢毋是因上好的朋友。但是关系到Vigilant Rogers 先生即个人，除了讲伊是此案重要人物，David 阁下的表兄弟因共阵的以外，就讲袂出其他的理由咯。因此，伫即个法务会议呢，认为讲关系到伊的案件无充足的资料，伊行出会场了后，议员就一直决定讲爱同意史努克公正的请求，甲上述三个人排出即个案件的审判工作，而且看到即三个人拢非常乐意来伫个审判工作之外，吼，就是即三个人原来真欢喜，莫参加啦，吼，莫参加即个审判，以免佫遭受到诽谤。因此呢，决定要邀请最近正做政务员的中尉 Russell Wells 来接替因的位置，吼，一直到找到另外两位中立的人，迄时就会含伊同齐来任命做上述迄寡议员的替代者。所以呢，第二次团翻即个史诺克入来内面，第二次甲叫入来，伊入来了后，原告就请求暂时甲伊拘留伫即个城堡的顶面，一直到即个案件告一个段落。被告答辩讲，这是民事案件，毋是刑事案件。如果议会予伊规工的时间，伊就会当充分证明此事。伫个伊一再哀求之下，最后允准伊即个请求，并且甲伊讲，明仔载上午11点准时，议会将会特别搁再开会。迄时伊必须要提出证据来。对此，被告欣然接受。即个被告是啥啊？我看，被告就是迄个史努克吼。好，下午，古叶阁下该堂牧师 Verstrich 甲 Teschmacher 以及队长 Thomas Peddle 来即个城堡的顶面见特赛阁下。因是拢代表此地教会议会来向特赛阁下报告讲，因今仔日伫因的会议中，真意外对即个古叶阁下遐听讲，阮计划要调派即只的牧师的代志。
即种吊牌以前一直拢是由因家己决定，然后由长官阁下同意。即种习惯，就是今仔日伫祖国也一直拢真受尊重来咧遵行，就是牧师是在地人管理的就是在地教会管理负责啦无需要你迄个台湾长官迄个荷兰政府来管即种习惯，就是今仔日伫个祖国也一定拢真受着尊重咧遵行，就是教会甲会尊重教会的决定啦政治袂去直接去行伫伊顶头安尼而即件要派去小人社以及其他地区的代志，因早就已经决定，毋是上述迄个 task marker， 而是要派另外一个牧师叫做 Kluf 去的伊已经伫咧处地台湾遮忠实来服侍基督的教会有一段时期咯。因此，就请求讲，以后请福尔摩沙议会毋通阁再来做即种含即种代志类似的即种代志甲即种代志完全来交教会议会去决定。不离个，因为想着讲，可能将来阮因为上司的命令因为顶司的命令歹势，因为顶司的命令，或者是其他的缘故，会对此来不表同意所以就请求互因有关此事的决议定录就是载录以便到时阵会当出示即寡定录，并且来沟通。好，此外，因又阁讲，以前派驻莅临而现在伫咧台湾的牧师 Gilbertus Hubbard， 将来爱调去荷无人来服侍。伫遐牧师 Vertrich 服侍一段时期咯。对此，特使阁下答复因全体代表讲，伫咧后一次会议中，因将会详细商讨此事，并且做出决定。然后会阁甲结果来甲因讲，甲因即寡互人尊敬的兄弟来甲因讲所以伊算安尼甲伊按来因就辞别离开。即暗的暗倒了后，特使阁下和长官阁下要写互北部淡水主管常务员 Simon Kierkegaard 的一个批，拢已经签名，并且由秘书确实来登录了后，就密封起来，并且伫咧阴暗，就要交快艇阿姆斯特丹号的船长 Hark Bulus， 以便伊明仔载早起就会当带了即张批，奉上帝的名来出航。9月初9拜六，按照昨昏的决议，尊严的法务议会伫咧预定的时间，伫咧即个城堡的顶面佫再度为着被告 Dirk Snook 来开会。伊也准时前来，并且交起来几张写甲满满的纸。伊认为讲，即寡已经会当证明，上述伊被指控的即个侮辱案件，无应该以刑事案件，而是应该以民事案件来处理。但是当斟酌来读即寡文件了后，读过一遍，发现讲即寡文字，毋是昨昏所写，嘛毋是今仔日所写，是长久以前对几啊荷兰含外国的作家的作品，斗起来，算抄来就对啦。三对呢，就是该被告即个被告呢，食白肉三对呢，该被告被检察官对伊的文字当中偶然来发现诉讼指控的证据，毋无法度替辩驳佫颠倒是会当找到证据，伊去互告的即个证据。
即寡事项根据祖国的法律甲法规，伊已经会当处死啊！哇，算哇，这代志大条吼。佮已经会当处死的罪，伊佮家己佮等下还起还刀讲要改做是民事案件吼。因此呢，伊就请求，互伊佮再详细来查阅吼，就是查阅啦吼，互伊佮详细读看卖啊，吼，读迄寡资料。议会对此确实商讨了后，一致决定爱甲该被告受禁伫即个城堡的顶面，一直到即个案件完全结束。哦，算先哭起来再搁讲吼。甲即个决定吼，甲迄个被告讲了后，伊就问检察官是毋是爱随宣读即寡要求。但是因为已经过中昼，只敢若做了该文件的抄本，并且只敢若做结论，无想要讲其他的话，伊随着同意，随即辞别，要去下面威尔斯先生的大所在，一直到会当找到适当的所在，为刷出着适当的所在啦，看起来就无直接甲扣起来哩吼。今仔日下晡，福尔摩沙议会议员拢来开会了后，议长阁下就甲大家讲，中昼有教会议会代表来遮吼，对阮最近关系到调派牧师的临时决定表示非常的无欢喜，并且请求互因一份即个决议的条约，但是即种条约，政府以外的其他单位，像教会议会，是敢若无权来处理啦吼。如果因为总督阁下含东印度议会，伫个较早吼，就是今年5月11号对巴达维亚寄来处地，要写互本岛的长官阁下甲即个议会批电吼，要讲起即项代志吼，讲啥物呢？讲，阮伫咧祖国的顶时真清楚来强调此事，因此特使阁下请大家斟酌来想看卖啊，是毋是爱答应互因一份条约？经过上述议员经思熟虑了后，认为讲袂当答应，因为即种物件因一定会曲解本意，用来造成因含处地高层政府中间的争议甲矛盾。即种情形，上述教会议会若有机会，就会安尼做。此外，又阁有一寡公司的职员，伫咧提高阶级甲薪水的条件之下，愿意继续来签约工作，像业伫咧今仔日阮的决议录里因所写的契约所会当看到的安尼。此外，即个会议无啥物其他重要代志。9月10号，礼拜日，即马礼拜日读个上轻课。今仔日以虔诚聆听上帝话语来经过即一天。因暗倒了后，长官阁下应特使阁下邀请来参加即个通常的暗会，此外无值得记载的代志。9月11号，拜日。约洛伫中昼，被拘禁的上级商务员 Dirk Snook， 所以实际上伊有向拘禁啦吼。即个商务员 Dirk Snook 的某来即个城堡的顶面，亲切来请求特使阁下，互伊半点钟的时间来讲话。伊被同意了后，就笑眯眯的声音讲：“真厉害！伊的丈夫。”毕竟是有身份的人，应该会当离开拘留所，拘留所，我等下再来讲遮拘留所，毋是讲啦。
好，等下再讲。讲应该会当离开拘留所，转因的家，转因厝啦，伫咧厝内接受看管监督。为着即个目的，伊摕出200里尔要来送礼，讲伊因为此事日夜不得安宁，日夜不得安宁，而且开始像已经完全起痟的人，安尼开始乱讲话啊，一个讲东，一个讲西，讲一个无停，地教无法度好好来回答伊的要求。加在特赛阁下明白此事的根据，因此就婉转来拒绝即个负责人的要求，讲这毋是一个人就会当做主，而是此地法务议会所一直通过的决定。9月12日，通常的办案日，就是拜二啦，所以是通常的办案日嘛，所存落来迄第4个政务员的职位，决定要互商务员 John Peters Moore 会对注卡，咱来看者即个人呢 ，John Peters Moore 是阿姆斯特丹的人，1643年以助理做斯万号前往巴达维亚。伊去佛罗摩萨了后，伫1648年10月14号升任下设商务员，并且以此官阶伫官阶就官阶伊即个官阶伫咧台湾担任秘书处的主任秘书。1651年9月12号被派做莅临的政务员，就即马即个日子遮写1657年同时来正做荷伯人的临时政务员。1661年正式正做荷伯人的政务员。普罗宾西亚城堡投降以后无偌久，伊被国姓爷下令处死。哇！即个郑成功来占台湾了后就开始杀袂少人其实我对郑成功的印象，毋是印象，应该讲我对即个人评价真歹我其实是足讨厌即个郑成功即线即箍啦因为个性足残暴好，咱以后再讲。好，就是即个政务员John Peters Moore 被派去即个派去倒位？派去即个啥？莅临啦所以呢，地教讲后来即个郑成功来了后这是有关系因为伊派去莅临离即个城堡足远嘛，伊无法度入来城堡味嘛，所以迄当阵伫咧外面离城堡较远所在，迄寡荷兰人不管是牧师即马看到我看到即个商务员伊商务员派去做政务员，拢去后来拢去即个郑成功掠开做任职然后会杀拢杀掉就对了。一直到荷兰人投降了后，郑成功答应讲，互荷兰人平安离开安尼，有尊严来离开啦好啦，咱继续读落就是派即个 John Peters Moore 互伊去莅临以及附属地区来执行任务这嘛是直接踏出伊希望的第一步Moore 为着即个职位，和其他迄寡人相款。订约5年，官阶是商务员，月薪65豪顿。订约5年，1656年，1656年，荷兰人是当时2438 6年，所以伊这5年后是毋是阁有留伫咧莅临遐应该是啦无袂去互郑成功掠着
好，伊的额级是65毫吨，如同该契约所记载安尼。哦，这65尔，歹遮远呢。人个进行一个迄个要求讲派去对接迄个 Hans Ohof 伫南区的迄个70几号吨的。当然，两个人命运相像啦吼，拢因为安尼。但是即个 Peters 吼 ，John Peters 活较久啦。也决议讲8天后，就是本个月20号，将会伫即个圣保利来举行全体感恩祈祷甲敬食吼。基督教的一寡仪式啦吼，祈祷敬食吼。来恭敬来敬拜至高者吼，就是上帝啦吼，来祈求真侪各方面的恩惠，包括着阮所有的存者，今年爱航往南方的，以及还阁要对日本来的，拢会当受到祝福，平安航行吼。算普渡就对啦，毋是啦，毋是普渡啦，这是基督教因的仪式啦吼。尤其是阮必须爱祈求万能的上帝来领导，互处地即个温顺的即个社会，即段时间以来造成真大困难的即个骚动纠纷吼，欠管到已经互人痛心的即个骚动纠纷吼，真惊人的误解甲极大即个愤怒吼，拢会当借由即个知性者的管理，伫伊来解读。平息甲终止落来吼，遮有至圣者的管理是讲上帝哦吼，毋是啥物圣人哦，毋是嘛毋是讲迄个特赛吼，是希望讲上帝管理会当来甲即寡代志甲伊压落来吼。三对呢会当建立起真爱、和平甲团结的社会。会对今年有注卡第三，我看卖写啥？哦，物件偏好尔吼。此外，即个议会也决议，牧师 Daniel Gravius， 伊伫咧即段时间以前，因为一寡私人的即个一些摩擦啦，摩擦，免来读。头做磨，或者是磨吼，达摩就是释迦的一个名，达摩啦，达摩，伊写做达摩，或者是达摩，伊鬼神嘛有鬼神讲是，就是达摩，达摩就是达摩，哦，就是释迦的一个名。好，再来是魔吼，所以读做魔。魔就是蒙啦、梭啦、吼魔啦、鹿啦、灭啦、消灭的灭吼，就是魔吼，不的名嘛叫做魔。好，因为一寡私人的摩擦，吼，被长官阁下就讲即个牧师 Daniel Gravius， 吼，因为一寡私人，一段时间以前，因为一寡私人的摩擦。被长官阁下以个人的权力下令停职，也该赶出教会甲即个城堡。讲即个牧师吼 ，Gravius 以后毋但会当按照伊的请求去写人一纸，以便会当去遐收拾伊的物件，也会当搁再来参加教会活动，但不得讲道吼。摩擦的擦，我查一下吼，摩擦的擦，擦甲撮吼，两个音啦吼，擦甲撮，摩擦吼，摩擦甲摩擦。好，也决议队长 Thomas Peddle 的案件吼。噪音是因为该队长自巴达维亚载来一寡家庭使用品
使用品，金额总计不过是82此事被稽查官史努克发现，所以就以私自贸易的罪名该控告到法庭上。即个史努克已经准备已经拘留迄个啦吼，准备要判死刑迄个啦。好，讲即个 Thomas Peddle 即个案件吼，小可仔钱尔，结果去互安尼告吼，将会由几个正直的人来结案。为此提名稽查官 Bruegel 阁下以及上诉上员 Johannes Dankers 和 Rainier Dammons 来担任。这是9月12吼，过来9月13拜三。拜三下晡，互人尊敬的教会议会派的牧师 Antonius Hambrook 即个 Hambrook 将来伫个即个有一段故事吼，其实我已经讲几啊遍啦，即以后再讲 Hambrook 吼，竟然头前互伊即个头衔是互人令人尊敬的教会议会派牧师。所以表示即个人平常时都已经真好名声吼。叫做 Hambrook 和队长 Thomas Peddle 搁再一次来见迪赛阁下，要来以该议会名义甲迪赛阁下讲，因对着最近因的教会议会决定被违反的迄件被藐视的代志，感觉真无欢喜吼。因此呢，真严肃来请求迪赛阁下爱好好想办法，甲阮伫此地以及以最高政府的立场所做的对调派牧师的决定来甲剔除啦吼，撤除啦吼，剔除。并且呢，将即种代志按照咱祖国的习惯，完全只敢由教会议会来安排就好。迪赛阁下回答讲，伊将会伫后一次会议中来甲大家讲，并且将结果甲即个互人尊敬的兄弟吼来甲恁讲，即个人就是所以即个人就过时离去。9月14。拜四，被指责的迪赛阁下议会指出教会议会内处一再提出的要求，就是讲爱阮改变决议啥，要调派牧师 Taskmaster 去小人的即个决议啦吼，爱甲即个 Taskmaster 留踮咧遮吼，并且按照因的决定派牧师。Cliff 去驻在伫个小人社，即个代志由议会搁再详细思考，也确实考虑可能产生的结果了后，一直决议无爱改变，要按照本9月7号的决定来继续执行。所以不管抗议无效就对啦。此外，伫即个会议中，由秘书 Phillips。Chancellor 宣读自从迪赛阁下来遮以后所做的所有的决议记录，以便到时阵会当签名。以上吼，过来是9月15。剩1分钟啊，9月15无介济，咱甲头了吼。拜五，今仔日无重要的代志，只敢若是下晡。透去强烈的东南风，直到有一只要来入港的新仔人，或者是其他人的即个篷船吼，伫即个港道呢危险万分。不过暗时也是平安来入港咯。迄时知影讲，该船是新仔生理人保伊哥的船，坐33个人对柔佛经过。柔佛啦经过江南来，再来2000捆的藤，93担石，6担的沉香，5担胡椒以及一寡绿豆、苦粉甲米，
该船的主管对江南的代志知影无介多，只敢若听讲有一个阮的荷兰人的大公坐一只希腊人的篷船，最近去互强风吹去啊，已经得到国王的许可，会当自由上下来航行。好，以上9:15，敢若今仔日读到遮吼，时间到。明仔载咱阁继续来读吼，安尼。我看卖注脚恁，爸比有一寡笔记，我看卖记好。哦，所以爸比有甲我讲的，伊有写吼，我着无爱阁读啊吼，恁大家看啦吼。你倒会抄来？网络顶找着吼。哦，哎，话伫即个汉人，就是对陈成功足侪，佫拜甲安尼吼。好啦，讲到遮就好，咱明仔载继续来读。好，我来开房，感谢。多谢大家。